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晴风观察》。史上最严厉，美国国会特别委员会最新推出了一份重磅报告，要求全面重置中美关系，并提出近150项立法建议。大风暴要来了吗？美国商务部承诺要严堵对华高科技出口漏洞，华为的好日子要结束了。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由于之前我的 YouTube 频道被限制广告和限制流量，我开了一个新频道，请大家点击评论中的链接关注，谢谢。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份报告呢很重要，将重塑中美关系。路透社认为这是2024年美国抗击中共的一份立法蓝图。周二，美国众议院的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发布了一份由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共同签署的报告，认为中共对美国开展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经济侵略运动，削弱了美国公司的实力，主导了全球关键产业，并使美国在发生更广泛的军事冲突时非常脆弱。而他们通过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共同构成了从根本上重置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和技术竞争的战略。在两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这些政策建议之后，委员会的主席加拉格尔和高级成员克里希纳莫迪表示，通过这份报告，特别委员会表明了两党的意愿是为了满足历史的召唤。他接受了一个明确的现实，即我们当前与中共国的经济关系需要重新调整，以服务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同时提出了近150项两党建议供国会立法。总的来说，这些建议将重新设定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条款，防止美国资本和技术流动，支持中共的军事进步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建立集体经济弹性，同时确保未来几十年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这份报告呢，一共是53页。在执行摘要中写道，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一直坚信，强有力的经济接触将促使中国共产党 CCP 开放其经济和金融市场，进而开放其政治制度并遵守法治。但这些改革并没有发生。和美国良好愿望相反的是，中国共产党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美国及其盟国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经济侵略，其目的是使中共国与全球经济在战略上脱钩，使中共在关键领域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同时使美国更加依赖中共。对此，美国现在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将其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价值观置于美中关系的核心地位。那经过过去1年的调查，特设委员会制定了3大关键支柱，要纠正美国最近30年错误的道路。第一大支柱重置美国和中共的经济关系条款。第二大支柱防范，要防止美国资本和技术的流动，避免助长中共军事现代化以及侵犯人权。第三大支柱建设，投资领导性技术，并和盟友一起增长经济弹性。围绕着这3个方面报告一共提出了16项大的立法建议，130多项次级立法建议，几乎每一条都很重磅，包括增加对中国境外投资的限制，撤销2001年至今中共加入 WTO 后美国给予中国的低关税，强制禁止中国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或者要求中国从该企业撤资，指示美国政府对中国产的传统半导体征收高额进口关税，要求美联储对美国银行承受可能失去中国市场准入的能力进行压力测试，限制美国联邦机构购买中国制造的无人机。此外报告还要求美国上市公司披露与中国的关系，并进一步投资美国的研究和制造能力，以对抗中共在制药和关键矿产等行业的主导地位。他还建议美国政府要制定计划，以便在中共入侵台湾时与盟友进行经济协调。那我们知道，美国的对外政策遵循的程序是，美国国会的委员会提出法案或者建议，国会立法，总统签署，然后是各个行政部门执行。这个里面牵扯到不同的利益群体的对抗和妥协。
我认为呢，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其中一些建议可能永远都不会被国会采纳，但是呢，大部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美国的主流媒体路透社和纽约时报也都认为，这份报告可能为2024年的美国对抗中共的立法提供一份清晰的蓝图，或者说提供一条道路。那为什么呢？关键点是，这是一份两党共识的报告，而我们知道，民意和两党共识是美国这样的国家从下到上发生变化的原动力。从这个角度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份中方报告的出炉，明确地表明近年来美国两党对中共的共识发生了多么大的转变。10年前，最流行的论点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将成为和平与稳定的力量。然而呢，这样的理论现在是越来越被人们质疑和担忧，因为一旦中美两国发生冲突，中共可能会把一切都武器化，比如中国可能会切断向美国运送药品、矿物或者是武器系统零件，这个对美国的经济或军事可能是灾难性的。那今年9月，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华尔街做了一次桌面的兵棋推演，模拟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美国将如何应对。他们发现，美国透过制裁和经济惩罚来威慑中国的努力可能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成本，但是报告认为实施这些措施将需要艰难的权衡，并且不会没有代价。美国现在有一个选择，要么接受北京将美国视为其经济附庸的愿景，要么捍卫我们的安全、价值观和繁荣。我们最近一期节目也谈到了，美国的资本和实业界实际上都在觉醒，并且为和中共最后摊牌做出准备。其中，美国3大银行均已承诺，一旦中共入侵台湾，将撤出中国。穆迪最新报告下调中国展望为负面，其背后是巴菲特等华尔街大佬已经达成了共识。而苹果在印度加大生产 iPhone， 在越南生产 iPad， 以及特斯拉将在泰国设厂，更体现出国际巨头们正在试图分散中国风险。另外墨西哥今年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最近又因为和中国的贸易不平衡快速扩大，而态度日益变得强硬。可以预见，2024年中国的贸易环境还将发生巨变，中南海的日子将会更加困难。那么，美国国会的这份最新报告出炉之后，又将引发什么样的变化呢？让我们拭目以待。美国最近也在对中国的高科技领域进行密切的关注。周一，12月11日，美国商务部部长基纳·雷蒙多透露，针对美国人工智慧 AI 芯片巨头英伟达计划推出3款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美国正在研究有关细节，确保其不违反出口管制。他在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的时候说，我们会检查每一款新晶片的每一个规格，以确保不违反出口管制。他还表示，商务部将不断地更新出口管制。雷蒙多承诺，针对华为手机芯片的突破，将采取措施来保护国家安全。他暗示美国在对此进行调查。每次我们看到令人担忧的事情，我们都会积极调查。雷蒙多补充说上述事态的发展令人深感担忧。今年8月份的时候，在雷蒙多访华期间，华为 Mate Pro 60手机在期间发布。那么我引述了华为内部消息说，这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试图给美国来一个下马威。而科技界的分析也表明，华为手机的这款芯片的生产商中芯国际突破了7纳米技术，而这个借助了美国的技术和美国盟友的设备。美国共和党施压雷蒙多采取行动，他们表示中芯国际的芯片明显违反了美国对华为的制裁，拜登政府应该通过完全切断这2家公司与美国供应商的联系来做出回应。雷蒙多本人没有直接回应，但是美国的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BIS 表示，他们在调查据称为华为手机提供动力的7纳米芯片。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的议员麦考尔上周四还强烈的批评说，
商务部的工业与安全局 BIS 以压倒性多数批准了对中国进行受控技术转让，并批准向实体清单上的公司转移技术。迈考尔批评 BIS 呢是美国技术几乎不受限制的流入中共控制的公司，促进了中共迅速崛起为技术、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雷蒙多的讲话呢很艺术，还说呢英伟达可以将会，而且呢应该向中国出售人工智能芯片，因为大多数人工智能芯片将用于商业应用。而中国媒体呢很有意思，可能呢是害怕这个传递不好的消息呢让习近平不高兴，导致呢被封号，所以呢有的媒体就很明显在断章取义，用积极的声调呢在报道说，哎，这个是好消息。但是中共官方显然是更紧张。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呢，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呢，美方滥用出口管制措施，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不利于全球芯片产供链的稳定，违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当然了，这个多党制国家呢，总是会有一些内耗。目前呢，美国国会和美国商务部还在扯皮。雷蒙多最近是一再呼吁美国国会为工业与安全局 BIS 提供更多的资金。他说，该局资金不足，已不堪负荷。我只有呢2亿美元的预算，这相当于呢几架战斗机的成本。这笔预算与10多年前是大致相同。然而呢，我们的许可申请增加了1倍。许可申请实际上翻了一番。不过呢，美国众议院的这个3个重量级的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麦考尔，共和党的会议主席爱丽丝·斯特凡尼克，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主席麦克加拉格尔，最近呢是共同发表的声明说呢，仅仅依靠资源无法解决美国出口管制的不足。他们认为呢，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商务部对抗中共的意愿不够强烈。撤销华为的出口许可证，将华大基因及浪潮集团的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或者是切断中芯国际与美国的技术联系，这些都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呢取决于政治意愿。这是议员们呢在声明中强调的。那么我们怎么看呢？当然，我认为这2方面因素都有。一方面呢 ，BIS 确实应该增加人手，否则呢，进行地面和终端的检测都缺乏人手。而另一方面，拜登政府也确实需要提高对抗中共的意愿，需要加大力度。但是可以预见，在美国国会日益强硬的压力面前，以及呢面对2024年美国大选临近，拜登政府不会愿意被美国民众指责对中共软弱。所以我预计接下去，美国政府呢还会出台更多对中共制裁，华为呢是毫无疑问会更加麻烦。那当然具体怎么样呢？请朋友们在评论区订阅我的新频道，我们呢将持续为您呢关注和评论重大的国际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新闻。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谢谢，我们下次节目见。